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基本嘅福喜类类嘅节目。伫福喜类类，你少介动到介哇台出哦，少介冇強介菜，冇強介素。你今日強到大家咧分享，唔過咧非常介冇強容。容易講咧，因為我做啲講機係好不娘。好媽媽賢妻良母，唔過大多嘅菜咧會炒出你嘅想象，大家來分享佢啲你嘅校園本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青校組嘅廚娘邱韻文。耶，歡迎。韻文係第一擺來上我們客家電視、客家電視嘅節目，對不對？沒錯。對，你的心情如何？覺得講客家話有點緊張，我是都聽得懂，對，但不太會講。對，而且你今天來錄影，其實媽媽還陪你一起來。對。對啊，好感人哦。為什麼我今日講法而吃到較有氣質？因為今日訪問嘅韻文真的好漂亮又好有氣質。對，不過呢，在正式的聊天以前，要先來跟大家就是真的是太棒了哈！這是你出的一個新書，對，天boy應音裳，天boy應音裳，有念對嗎？你給天boy應音裳是跟媽媽惡補的客家話嗎？我覺得很棒哎！你看今日來到亞片同大家來分享你煮菜啊，你會煮菜，而且還可以惡補一點點客語，對不對？對啊，我覺得你這個書名取得好。對，沒錯，因為就是1、2、3三個步驟做出一桌好料理。對，而且如果今日教你講客家話，這又很簡單，天落應衣裳，是不是又很像很流暢？真的。不過我們等一下好好來聊一下你這本書哈。不過其實太咖啡吃到一個安永嘅周吹嘅，人家說楚娘的都亞片，可是你看他穿這樣，一般我們會覺得好像會穿什麼廚師服啊，可你今天穿得很像要去參加。就是一些有沒有那個品酒會啊，或者是很漂亮的宴會。真的，其實我還蠻喜歡出去跟朋友喝喝茶啦，然後逛逛街啊。可是我有時候也是穿着這樣，然後快炒個15分鐘，然後小孩媽媽可以開動了，然後我才出門。對。做埋安永摸呢，因為基本就是要顛覆一堆做菜嘅想象很用對不對？是。看到佢安永也太卡第一件事情就會想來摸，你以前不做菜，你是後來很後來才開始做菜。對，因為媽媽很疼我啦，所以她就說，女生啊，不要太快進廚房，因為你會做的話，人家就覺得你理所當然要做。你確定你的媽媽是客家媽媽嗎？他的觀念很新穎你會發現嗎？跟某秋以前跟媽媽說，誰說你就是會煮菜啊？以後要怎麼？就你的媽媽是說不要太快學，對，一學了可能要煮一輩子。是啊，真的，改天我要來認識一下媽媽才可以。所以你後來是因為真的因為結婚之後才開始。其實是認識我老公，因為他是一個工程師，所以我認識他的時候才18歲。然後他會帶着我去吃好吃的啦，然後買我喜歡的小東西啊，我就覺得無以回報怎麼辦？他就說其實男生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吃到心愛的女生幫他煮的一桌菜，他就會覺得那個味道叫做家。我回去要問一下，是不是家裡的人也有這樣的感覺？可是那時候你都不會做，當你開始做的時候。好像一開始沒有很成功，是嗎？對，一開始非常非常的失敗，因為他大概已經講了3個月，然後中間我們也會一起看食譜書，看那個 Jamie Oliver 怎麼做菜，然後他每天經過超市就說啊，那今天什麼時候來煮啊？有一天我真的被講到有點煩，就說好，那我們來煮煮看，因為我肯定我100%確定一定會很難吃，然後我想說可能他之後就不會再叫我再煮。果不其然，真的有夠難吃。我說開飯了，嘴巴還會發抖。對，然後例如說空心菜好了，空心菜大家就是葉子梗這樣子挑一挑，對不對？然後我那時候因為我看着菜，我想說這菜好像要挑哦，可是因為食譜書上並沒有說要怎麼挑菜，我就把葉子拔下來。所以炒出來就是很小一盤，很小盤，一小小口，然後又乾，然後又有點鹹，因為它原本很多嘛，所以你鹽巴加下去後，變得很小。然後煎魚也失敗了，因為書上是說等到焦了，底下煎香了才能翻，前面不要動。
然后我这样一直偷看，想说，哎，它好像旁边已经上色喽，就一翻皮还是粘在锅子上，坏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应该吃豆给周吹让我觉得很科学耶，他真的是看着食谱书，然后想说，一面翻完要先等它煎焦香才可以翻，对不对？对。后来你先生没有觉得这样？很好笑的是，那个鱼现在就是脱皮在盘子上，很赤裸的鱼。然后我想说啊，对了，我看到书上有红烧鱼，就是上面有 cover 一些酱油、葱姜蒜，这样不是就盖住了吗？我就葱姜蒜爆香，然后酱油跟水跟太白粉和一和。但大家知道太白粉是芡水，是另外加的，我就跟酱油水一起和下去，就变成一个酱油的蚵仔煎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它就变成一个棉被盖在鱼的身上。因为其实大家周吹楚的你有按用给功夫跟能力，其实创造力很重要。我觉得你有潜在的创造力的因子，我觉得你先生在你的身上埋下了那个潜力跟那个对，然后让你的整个潜能整个就发挥了。没错，对啊，所以今天你看才有这么漂亮的这一本书跟现场案斗。真的是看起来色香味俱全的一个菜。不过真年轻有意思哦，你看到泰卡贡应该以前都没注吹，不过亚哈黑小厨娘哎，对呀，而且是漂亮的小厨娘，不简单。不过因为我是牡羊座，其实我是很爱工作，我很爱做事情，所以我都在厨房工作，我都在煮菜的时候，我反而会觉得有点怅然若失。所以我就开始上网找说可不可以参加一些比赛。然后我第一个报名的比赛就是世界厨王争霸赛，他在花博很大的场地，然后全世界的厨师来，但我是报名亲善组，我想亲善组可能都是像我这样子的小女生，我那时候才20岁，19、20岁，然后我就报名以后。到料理公会大厨房才发现，哎，不对，大家都是餐饮科的专业的，对，专业给，还穿着厨师服，看起来很专业那样子。对，然后我是英文系的，所以你知道，一个英文系的女生被丢到一个大厨房，就是一只小羊。没关系啊，你就说 Excuse me, could you please take that？ 你就假装来那一种的。没错没错。所以后来，但因为我是一个做事还蛮认真的，所以比赛的菜我真的是练习了500次。还好我妈生4个小孩，大家都很努力的帮忙吃，就那个礼拜都是一直吃一样的。所以你真的做超过500次这样的练习，对，真的好认真哦。对，后来你就得了厨王。后来初赛过了，然后到决赛。就是在花博园区里面，世界厨师都来哇，大煮特煮。然后我们外面有一个舞台区，好，然后我就煮。最后公布名次的时候，因为前面比赛我都没有敢让任何人知道，家人朋友都不知道。但我想说决赛了，总是有前10名，我就邀请了爸爸妈妈来。然后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很传统的那种客家人，做事情都是很含蓄的。结果我报名开始在讲名次，第3名、第2名，然后我爸就这样子想说 ，OK， 我的结束了，就是没有名次。然后结果说第1名 Q 晕稳的时候，我爸就整个跳起来，哇，就是从来没有看过爸爸这样子，真的。对，今年应该。要请爸爸看阿罗，应该帮爸爸给两子给心情。哎，我觉得你讲的我好有画面哦，真的。对呀，而且那种爸爸在现场一定不敢相信，去嘎跟某也变成第1名。对呀。可是你刚刚那样讲有点可爱，就是我爸想说，哎呀，第2名某嘞就会赚的呀。可以帮我第1名。我们刚刚有看到照片，你做菜的样子也是打扮得很漂亮，而且好美哦，好优雅。因为我好像特别 care 这个部分哎，因为我是很爱漂亮女生，所以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有在学做菜，也是因为我可能有些刻板印象。所以后来做菜以后发现说，哎，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子啊，我就是做一些比较没有油烟的，像我是绝对我不太炸东西。然后这一本书也是，就是零油烟，你的菜就是放到电锅里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梳头发、补个唇蜜，然后就开饭了，这样子很轻松。而且大家可能会想过，哎，其实像原本按讲做出来的菜叶，其实是很健康的清孔甜，因为它反而少掉了很多，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
它很厚给东西，比如我们说有时候太过于煎煮炒炸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物质，你这样子把它简简单单，你枸杞是端出来的菜，从天从宽度会超出你的想象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乡亲朋友，大家就会想讲，哇，今晡日咧 MV 界谁出样咧，大概咧田木1、2、3到底都有买出来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因为我这样子稍微翻了一下，我发现它的这个非常的多元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不敢想象说，这竟然是从电锅里面出来的菜色。我在想说，这应该有偷偷的作弊哦，没有？其实没啦，要一讲这真情是就是真的从汤品对，然后或者是一些。就是连蔬菜什么都可以这样做，对。那乡亲朋友可能会想说，真的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？所以而且给田中要打了，已经你自己真的从家里电锅做好，对，今天早上做的，然后带来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像理解乡亲朋友就得先聊下公告后咧，你好好咧问一下佢到底用了田木。1、2、3就得做出现场按倒嘅菜，还有嘛嘅铁树嘅技巧，你也好好咧学起来。等下再来讲哦。耶！天木1、2、3，噔噔噔噔。真的很不可思议耶！用天木你就做得真紧3个步骤做出100道无油烟的料理。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因为，其实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是喜欢做很多精致，然后很浪漫，因为新婚嘛，然后有很多恋爱的动力去做很难的料理。后来开始用电锅，真的转捩点是因为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出生以后，我觉得当妈妈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因为我23岁就生小孩，所以可能像30几岁生小孩的话，你大概知道说有小孩生活会是怎么样。但我那时候太小了，身边都没有朋友有小孩，所以我就是等于有一种幻想破灭的感觉，就觉得天哪，当妈妈这么狼狈，然后这么忙，每天都在做很多琐碎的事情，所以常常我在瓦斯炉煮什么，即便我关了小火，但小孩可能就是占掉我的时间非常久，回来肯定烧焦了，我才开始用电锅，因为它是一个保证安全的烹饪工具。对，而且很有意思哦。其实是我们华人会用这种电锅，其实你看老外他们没有这样的器具，所以这就是因为给亲后用，这也是为什么有青豆给你黑公你都国外去脱暑给时间，大家就会带在按用给天幕哎，然后就觉得好像就很方便，所以给不起这天幕的都先冲，其实它功能也比我们想象中的多。对不对？而且这中间其实有一些配件，我们是可以好好运用的。是，对，像我只会用它来做什么呢？都不是煮饭，就是蒸东西。对，乃至都要还轻点的。不过你黑秋你爱哪个蒸东西啦？我是把东西放进去蒸热，所以。例如说面包其实也很适合用电锅蒸馒头。对，俺公有清排谁？俺吃东西就会做那个东西，俺就会蒸馒头啊。算了，那也很重要啊。而且像是现在很流行卖那种欧式的面包，它是比较硬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再用烤箱回烤，它就会变得更硬。那很适合用电锅，它里面放一个蒸架。像是这个也可以，但我个人习惯是用细的网状的蒸架，然后加大概1分的水。然后按下去，你刷个牙就可以泡个咖啡，面包就热了。对，而且你刚才说锅盖，其他应该要怎么摆，对不对？其实它这边有个架子，对。然后这个可能有在用电锅，妈妈很习惯，对。但像是有些学生，年轻的妹妹，她可能就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年轻的妹妹。感觉年轻的姐姐，年轻的姐姐真的不知道，而且同太考的分用，其实乃迪青豆的妈妈一听说会用爱用给天幕哎，因为天幕真的是很普遍的东西。对。可是你要蒸东西的时候，你水放进去，其实你说了，最好是用热水。对不对？其实可以用热水，因为其实我们通常用电锅，大家都是很随性的放进去。对。但如果你今天想要追求完美，例如说你今天看了某个大厨，说这个锅子要先预热才能蒸几分钟，那其实如果你放热水，它就是等于已经预热了。哦，是这个原理。原来哈，顾总你看到，其实一个天幕的哈，没太敢用按键打，只是把。煮后的东西蒸热而已，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现场就是你待了有青豆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先来介绍一个很不得了的东西，这个
海苔豆皮卷吗？这是用电锅做的。对，这个菜的灵感来自于我有次去吃素菜馆，因为我老公还蛮爱带我去到处去吃好吃的，所以这也会变成我的料理的灵感来源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用电锅做做看，结果没想到大成功。因为它做法超简单，因为我这本书里面都是3个步骤就可以完成。我觉得那个英文的阿里真给青苔呢，因为给书名是电锅1、2、3个步骤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真给你翻到任何一道菜，它的步骤永远就只有3而已。像这个海苔豆皮有没有？它的步骤也只有1、2、3就没哎。而且其实食材我也都尽量不要弄得太复杂，很简单。对，所以这个那你要不要用？那你就帮我们它的食材也是只有3个，就是你保鲜膜铺了，生豆皮铺了，抹一点香菇素蚝油，海苔铺了，卷一卷，对，蒸，对，完成了。好简单的感觉，然后你端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觉得哇，这好像很精致的料理。然后如果你上桌啊，例如说你今天如果是宴客，对，它就可以放在冰箱当前菜，你不用准备，你就可以端出来的。那如果我问你说这是当前菜，你会选择饮料的话，你会觉得它要搭配什么样的饮料？我觉得它可以很适合搭配茶耶，中式的茶，对，就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质感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有机会要来吃一下现场，因为第2个菜，这个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讲第2个？因为我坐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一直闻到它的味道，这就是客家很经典的油葱。对，我一直闻到味。可是泰嘎迪某它底下那个是芋泥，对，这也3步骤吗？对，我看一下哦。对，第50页哈，也是3个步骤。所以这个油葱也是你自己炒的？油葱我没有自己炒，我就是直接买那种鹅油的油葱，也可以自己炒啊。对。好，来看到呀，就是把芋头放到电锅里面蒸煮约莫半点钟给10节，然后10节，然后用果汁机可以把它打成泥，加一点盐巴。对，然后再把肉燥放。第3个步骤就会把肉燥放上去，真的，你觉得好哎？对啊，好棒哦，很简单。对，可是，这个我真的某是公爱真营修的是可能为什么？因为按用给东西黑甜甜又行。对，甜甜又行。不过这算是你自己的叫做你的创意料理吗？做得很够吗？对，因为其实它是客家还蛮喜欢油葱啊、猪肉啊、芋头炖在一起。对，我只是把它的结构稍微改变，因为我的小孩，我那时候做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孩子还很小，所以我就希望他可能吃到的口感都不要需要咬嘛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是就是软软的，所以你家里如果有老人家有长辈的话，也很适合做成这样子的口感。郭叔，你看到我挖它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芋泥，然后我旁边还故意沾了一点你用的那种酱料，对，然后它这就是我们一般青蒿是葱银卤肉饭给这种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好香哦，就是很家常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。可是刚才有朋友跟我说，其实大部分人习惯芋头是吃甜的，那客家人是很喜欢把芋头做成咸的，我们也会做芋头咸粥啦，芋头米粉汤啊，好绵密哦。对，我必须说它是咸的，然后它比我想象中的清淡。可是因为它很清淡，所以再加上安永给葱银油葱要是肉燥的味道，我觉得刚刚好哎。对。其实这个做法真的很简单，你也可以随你方便的方式调整。例如说，如果你家里没有果汁机，你就用叉子把它压碎也可以，但它的口感会更有那种芋头它原本的口感。真的好好吃哦！所以你看，就是那种放在电锅里，然后老公如果比较晚下班，然后2个人就1人1碗挖着就可以吃，一边吃一边聊天，一边看电视。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芋头，对。然后以前我们家煮芋头的时候也是煮咸的，所以是芋头汤是咸的。对。你够真甜，有你不会吃到够，像按钮给东西应该要煮甜的。大家觉得煮成咸的很奇怪，可是事实上，它给用心朋友可能度底，按用真甜清后生，还有你知道那个芋梗，对，
就客家很喜欢煮那个芋梗，没错，哎，好多客家人的隐藏美食有，对，因为炒酸酸的吗？对，炒酸酸的，黑公做的不用一些酸醋，也还有蒙头丝，按用给东西去煮，对，芋梗再加上底下的按用给五味，有没有结合起来？我觉得好好吃哦，真的。对，可是黑公青豆给你4个时间还是甜的，其实吃都清体乖。对，哎，我觉得好棒哦，好简单哦。我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，第二本书搞你个东西，真的就会3步骤就都得走得出来。其实那个比较远有没有？来某发都吃豆，不过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？因为这看起来太漂亮了。因为其实我原本是因为我是英文系的，我一开始在做菜的时候，大部分是做西式料理比较多，所以这道菜是因为我先生曾经在英国留学过，他说英国人他们早餐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番茄炖豆的罐头，对，然后上面一颗蛋，对。然后可能用烤的，或者是就是这样子热着吃，是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其实用电锅蒸不是比烤的更好吃吗？因为它会更水嫩，不会那么干。有更好吃吗？你觉得？有更好吃啊，因为烤的话，它表面一定是干干的。对，所以这就是，所以那你里面那个就是英国讲的那个豆子。对，其实全联就买得到。我发现。那你去全联买的时候，那个豆子是一颗一颗的吗？还是你买的是已经他们做好的那个，还是你做的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罐头？它里面是罐头，所以因为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啊。我里面还是因为这本书诉求是要简单，所以我就是不会弄太复杂。这个自己炖的豆也可以，没有错。所以你在全联买给时节就会按用给罐头，就会给豆子。它里面就是长这样，是，所以很简单，你就只是放早上你就开个罐头放进去，然后上面打颗蛋，是蒸好了以后就很营养，因为它有蛋白质，有纤维质。也有这个番茄的营养。是，我同你讲，英国人真的很爱吃这个，他们几乎每一天都会吃按用嘅调味。不过我也是青豆，不过我唔提供做对，其实按简单。可是雄心朋友，你看像按用嘅酱料理，真的就会英国人记得青好吃嘅东西。不过可能记得唔提做对用按用嘅甜薄嘅去做对做一下，这个就是好。我觉得我来，你只有豆子跟鸡蛋，对，用。我要挖一点点这个蛋黄的感觉。其实我个人是怎么办？我挖的很难看，因为一定要挖到蛋黄才能够知道。我都给水煮牛，黑莓真的不会走出来。它是很经典的英式的口味啦。然后，因为其实这个大家一开始吃不习惯，但有在健身的人他就会很喜欢，因为好简单哦，好好吃哦。真的很好吃，你可以讲你好吃调味，比如红豆汤、绿豆汤，就是你对调味东西会喜欢的，你会喜欢这一个。而且加一颗蛋这种感觉真的，因为我也有青好是乱有点，不过调味弄乱你给下去了，就知道真甜。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好简单。对，你就太简单了。把豆子配味大口了，不用一然后听放颗蛋，然后去蒸就好哎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生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都会被要求说一定要会煮饭。那现在很多女生都是有了小孩才开始煮饭，要不然外食好方便哦。对。那有了小孩才做饭，但问题是有小孩真的好忙好辛苦哦。我睇啱是講，無論要成日吼，可能伊是改良改還是改係講，因為學袂用甜薄來煮是做得像原本香樣吼煮到按到好少嘅菜，那還有嘛改你嚟好好嚟落去問下聊下就嚟講。公公给时节太赶就吃到吃太大口了，它就很好吃啊。东西就是要大口才好吃，没错。你吃东西一定是很小口吧？对，我吃东西还蛮小口，因为我是一个话很多的人，所以我不能吃太大口。没有，我会很想讲话。没，你贵妇吃东西都比较小口，像我们这一种赶着要去上班的人吃东西都比较大口。大家觉得贵妇，可是其实我的生活是非常的 local， 很接地气。例如说我一天的行程是这样：早上7点我就先弄早餐，简单的；8点送小孩去上课，9点去菜市场，回到家整理一下冰箱，10点半，然后我可能会在沙发上休息一下，很累，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煮
煮完以后要拍，拍完可能1点了。1点了以后，我就把照片放到电脑里面，开始修图，开始写食谱。大概忙完就是3点，4点就要接小孩喽。就是每天是这样很繁忙的，其实很充实哎。对，你看泰卡有糖的哦，你看要拍要写，不是说泰卡够哈，所以这里面的照片都是你拍的。对，都是我自己拍的。你真的太厉害了。不过我们说到拍照这件事情，其实青春这件事情，嘿，你拍照要拍得好看。这真的还要跟陈设美学有关呢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它有一些很简单的重点，抓到以后，你就可以其他事情可以慢慢边拍边学。真的，好吧？那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些绝招是吗？好，今天呢，就是我拍照最重要是光线，一定要是自然光。所以如果你在家的话，你就在阳台准备一个小桌子；你在餐厅的话，你就坐窗边的位置。然后今天，例如说，如果窗户的光是从这边来，你如果用手机拍的话，你可以用侧光，你不要顺着光线，你要侧边，窗户在旁边，然后因为如果是侧边来的话，这边会有阴影，所以你手上如果有任何纸、菜单、纸巾，你就把它架在旁边。所以像你现在这个大绝招，那你的光是从那边来，对不对？好。比如说右边的光线，左边要补个光，你就随便，像我今天就用脚本，对，然后你就手机拿起来。最好的角度就是从上面，因为你手机比较不能拍到景深。对，你如果要拍景深也可以，就是你就是用人像模式，人像模式现在手机都有做景深。可是人像模式不是要对人吗？它对物件它可以感测吗？可以，它就是会把后面的东西变雾，这是用电脑算的。好，然后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一个角比例是三角形，然后你手机相机里面会有9宫格，然后你把你的重点放在这个点上，它们的交错的点上，对，这样子就会是一个构图比较平衡的状态。是，那三角形是指什么三角形？就是，例如说你有3道菜，或者你桌上，像我们现在桌上有2个小锅子，对，我就把一个锅盖放到它旁边，它现在就是一个三角形。哇！对，来宾掌声鼓励一下，真的是解释的非常的仔细。所以你所有的照片都是自己就这样子拍的，有可能用单眼，也有可能用竖碟，你就拍起来了。对，现在因为已经比较第5本书了，所以我有买一些。其实我的相机跟专业摄影比起来也不算。真嘅，吼，泰卡做你看到佢个相片真嘅係清奖。不过其实除了你翕相嘅技术之外，其实泰卡会抵，当然你的器皿也用的清奖。对，就会你的器皿会清奖，你的颜色啊，还有你嘅陈设跟摆盘。对，黑共你某按用你嘅器皿呀，还有某按用嘅陈设跟摆盘。其实有时候你光有一个很厉害的照相技术，还是会觉得好可惜哦，好像少了一点点东西。所以像陈设这些东西，也都是你自己处理的。对啊，而且其实就是我平常吃饭用的盘子，就是真的是这些盘子。是，然后有时候我会去莺歌老街，那其实可以比较便宜。那秘诀是我会一次买比较多，然后他们都是同一个系列的。对，这样子我在摆的时候不会突然发现这个盘子跟这个盘子不合。好，我可能一个抽屉都是我买的一批餐厨。然后另外一个抽屉可能是另外一个色系。那通常呢，如果说我们的料理它有很多颜色，因为我们现在都讲求色香味，有绿、有红、有黄，这样子比较缤纷的色彩呢，我就会选用比较素雅的颜色，例如说米色、白色。那如果今天我的菜颜色比较朴素，例如说炖肉，就可以用那种红色的锅子，或者是一个有花纹的陶瓷锅，它看起来就会比较好吃。哇，真的，你看给不给待了给2个小那个是橘色跟红色，你看，那它这样搭配就会觉得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按用给陈设，你就会你吃东西给时间，除了后事以外，你的心情还会变到清厚。真的，以前可能黑给留时叫农业社会，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温饱就好了。妈妈第一步哈煮菜煮饭呀，还泰卡示范，哇，肚皮夹尸体就好哎，真的没有在 care 那个某个在意给摆盘呀，还陈设，而且以前就是会铺一个很奇怪的桌布，有没有？没错。然后就
都是固定跟圆圆的，然后很传统那样的盘子。其实那个盘子没有不好，其实那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。那也还蛮有 style 的。夏泰嘎很喜欢那种复古的味道，不过就会慢慢的使推某 Q， 因为泰嘎其实是东西给世界就清楚，从安有给橙色美学，身体给感觉就会某 Q 用。对呀，对。不过更多鸦片其实因为我们的英文其实给唔单像黑出书哈，其实你经营自己的部落格。对。现在我经营 Instagram、IG 比较多，那 IG 都是照片。对。但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每天要发文这件事情。然后每天要整理照片，会有点想要偷懒吗？会不会？会有一点想偷懒，所以我，而且我的工作有时候还蛮孤单，就是一个人在家。但现在很幸运，是因为有时候上电视啦，或者是活动上会认识一些也是很厉害、很优秀的人。然后所以我就是可能有时候跟他们聚会，看到他们很认真工作的样子，就会觉得也还蛮激励的，很激励自己的，很激励自己。对，所以你每天都一定会发文。对，每天一定。会不会你今天没有发文，结果你给粉丝就会知道，哎，有没有给英文不见了？会按永月杠狗吗？我觉得粉丝现在比较不会特别来跟你讲，是，对。但你自己会知道啊，如果你都不发的话，因为我们也会有我们喜欢的人嘛。例如说，我今天每天都看林心如的文章，她今天突然不发了，我就觉得哎。怎么都不发，我可能就去看蔡依林，就这种感觉。可是我觉得你很有趣的是，就是很棒的事情是，你周吹其实也一个机缘，是因为你的先生说，哎呀，我们自己煮来吃，所以你成为部落客也是一个机缘。对，然后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会有职业倦怠的时候，有一阵子也不太喜欢煮，可是我小孩已经很爱吃我煮的菜。对，然后我小孩现在已经上国小了，他每天放学回来就是跟我分享他在学校做的事，他就说：“那妈妈，你今天工作做了什么事呢？”我就会觉得说，那我也需要有点回馈，毕竟他在学校那么小的孩子，他都有那么努力，那么多事情要分享，那我也不能在家闲着喽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会帮小朋友准备便当吗？偏懂？还没开始，但快了。我曾经有帮他准备便当，他觉得很可爱。可是因为可能他从小就是吃我煮的菜，他对外观是第一眼的反应，他后面还是要看好不好吃。就说阿 V 的黑狗有几飞，你扣点会帮小朋友准备偏懂给他们带去。哎，真的很哎，下次啊，真的我们来。follow 田基 IG 看一下，黑莓有帮小朋友准备的便当，我觉得那便当一定是色香味俱全。没错，而且其实现在这本书啊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，对，所以我下一本书可能就会希望用电锅做便当菜。耶！我会分享一些可以用来带便当的电锅菜。好期待哦！你看到，不过你看到吉本一出的书是天宝113，对不对？其实电锅的清洁是很重要的，是对，所以吉本也会帮我们先分享一点点，比如说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第一个，比如日常的清洁也很重要，对，所以这边跟大家讲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绝招或是技巧跟大家分享？其实电锅我觉得它比瓦斯炉更好清洁，通常我们菜端出去以后，它里面是热的，对，所以呢我就会加1碗水。自来水就好了。那如果它有油污的话呢，你就加一点小苏打粉或清洁剂放进去。但因为它现在很烫，我们不要碰它。对。然后等到吃完饭了，锅子也凉了，我就把这个。如果说就直接把那个水倒掉，倒到水槽里。对。然后如果你没有加清洁剂的话，你就抹布擦一擦就好了。是。因为它热的时候，它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清洁好了。是。锅说其实蒸煮就会要随手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电锅蒸完的时候就立刻处理。两米就处理，因为刚刚有工都像小苏打粉黑一种嘛。以前听别的分享的时候，也可以放柠檬。放柠檬的话，尽量是如果不锈钢的材质可以放柠檬。如果是你是铝的话，它可能会变色，但其实变色也没关系啦。就是如果你变色，你也不用担心。尽量不要让自己的电锅变成陈年污垢，有吗？黑公家边有一个小绝招，黑公蒸柠檬白兔变成一个陈年污垢给时间，其实空用给偷里一样放热水，然后可以放柠檬，然后白醋，然后就直接好像煮水一样，我们是可以按
夹着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通常会有保温哦。那保温的话，你例如说你睡前把水加到，例如说你锅子有多脏，你整个锅子都是脏的话，你就加到上面。如果你只有下面一点点脏，你就加到这儿，它就保温了。保温大概温度是50度，隔天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做。水倒掉，然后刷干净，对，哇，其实真紧，我知道有人的天幕真紧铁旧的，看起来就真紧，很清强力。不过要它真紧就会太咖啡之后清简单，真紧就会烧水，就是热的水，然后你要保温的地方，然后加醋也好，加柠檬或者小苏打粉，哎，你就是做到清强力。哇，太棒了吼！今日真紧清粉去做的相当英文来到鸦片同大家来分享佢嘅书吼，天幕123，希望家家做的有。电锅便当123有吗？对，来，你希望看完书之后，大家的行动是什么？大家就是去找《电锅123》这本书，把它带回家哦。耶！然后带回去之后，泰卡真的3步骤，我们就可以把安永给吹煮到清好时。苦手今日真的谢谢韵文来到鸦片同泰卡的分享，下次有新书要记得再来哦。好的，耶！好，天天好嘞，做乜嘅咧？做认同了。